馬偕園小距離雲縣接近40公里，從雲縣過去，沿214國道往南行，經過小高寨出口轉走盤山路，約2個多小時到達。走進學校範圍，右邊為老師宿舍、多功能教學樓、主教學樓、學生宿舍、廚房飯堂、雜物間，圍牆過去為另一棟嘅老師宿舍。馬偕園小廚房飯堂面積約300平方尺，供給127名留宿學生使用。由老師宿舍圍牆旁前行，進入農圃範圍。喺入口旁邊種植有一株樹齡5年嘅合桃樹，已經開始結果。走落呢條樓梯，左邊係2間雜物房，擺放校園農圃各式各樣工具，包括一台磨麵機，以磨碎玉米餵飼豬隻。經過呢條小巷，進入馬偕園小種植基地。2.5畝嘅面積，係目前學校唯一嘅種植基地。種植基地旁就係豬隻養殖場，豬舍分開4架，養育有5頭食用豬。從豬隻養殖場出嚟，左邊就係雞隻養殖場。現時馬偕園小養育有78隻食用雞隻。我们基地现在正在使用的是2.5亩左右，2.5亩左右。那我们基地上现在进那个早清。早清我们说小瓜那早上我们吃的那个叫早清，它的学名叫早清，实际是小瓜。对，这已经种了，然后外面都有堆床啊，现在你床啊那个，然后现在是我们做根据季节是农业种植，然后小青种了以后，现在是那个包菜。我们种包菜。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些我们现在正在种那个包菜。按你们现在目前已经拥有那个协币，下一步你们就是如果是排队的话，是不是觉得这个农地还要首先要增加？对，对是这个。所以你们现在的构思就是首先要再投放资金去搞这些农地。它一个就是说，目前是2.5，你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要扩到？增加多少？计划我们就是把后边这一道，还有下边这个全部占，总共大概是10亩左右。多增加10亩。10亩。走出學校大門左前行100米，芭蕉樹旁唯一5畝面積土地。再前行，喺學校建築物後邊小山坡上，為另一5畝面積土地。
呢兩塊土地係馬偕元小計劃作校園農圃之用。